代巨輪不停運轉，但係黑暗、混亂不斷衝擊住呢個年代。灣仔發生借款車跌錢事件，曾經受到3聚氰胺嘅污染。灌豬油或豬油地溝油製品嘅商創業難，守業更難，有冇一個新轉機？生命在於呼吸之間，吸一啖，生命就會延長一啲；呼一啖，生命就會短咗啲。呢個世界，人生變得貪婪，為咗錢，乜嘢都做得出。呢個社會就係咁現實，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，黑就黑，白就白。如果你要生存嘅，某程度上你就要向環境妥協。好，我就同你鬥過。你輸夠啦！我點都同你鬥過。我唔會認輸。究竟要去到邊度，先可以揾到一個似安樂、似乾淨嘅地方？呢度真係好天然啊，又乾淨，又冇紛爭，最好可以永遠住喺呢一度。新鬥爭、新戰場、新關係，巨輪原班人馬穿梭香港、澳門、日本3地拍攝，再創高峰新里程。巨輪2